高粱那种啊，心无台哟，老唱歌的心脏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向下来。哇，太家恭喜啦！恭喜！恭喜太发财年啦哦，系啊！哎呀，每一年拢也等呀音乐啦。啊，今日又按多年初二啊！啊，年初二啊，来做咩假嘞？做咩假？做咩假？要行啲啊，都嘛啦！唔激个做咩假？哎，今后自从吼接袂到闹热大擂台之后啊吼，当然拢无法度做咩假。哎呦喂，所以吼，我阿爸阿妹啊吼，都伫电视机前面看到冇的啦，系啦。哎呀，十分排泄啊，冇办法专一看爸爸妈妈呢。阿妹讲fon包包的就好。哦，安尼啊，爱要包啊，包一套啊。哎，听你样包。听我一样包。哎，高铁冇买到票诶。根本人哋节目冇腔样。哎，用版冇腔样啊。唔係一般的比赛哦。啊，用版的比赛咧。按照走向国际。哎呀，真给客家的呀！客家没有航向国际啊。哎呦，日本有这个红白大赏，按根本也没同样，红白歌喉战，客家红白歌喉战。哦，就听来了，闹热大擂台呈现不太假啦。哦，所以今日同军赛，我哋有抢到东强嘅呢参赛朋友，唔係参赛朋友，我們之前艺人朋友，冠军歌手，全部。这股来专门来到俺的节目，唱好听的歌曲本大家听。好，来琼瑶比赛，但是先介绍俺的评审先生。来讲主题。好，唔是讲主题，介绍评审先生。阿公叶家秀先生。恭喜大家新春太福气，万事都顺心。阿公可以叫诶，真叫，真辛苦啊！好啦，下一位咧，是这位先生。好，阿妹妹要做每家哈，祝福大家春年做每家好运唔会差。哦，你看很辛苦冇做每家，你要做节目，臭美，所以咩帮饭咩？帮天使啊！辛苦啦啊！恭喜！好来，罗格里先生。今年年初二哦，阿哥仔要祝福所有嘅客家乡亲，祝福大家啊，乜嘅？狗年喜洋洋，幸福满堂堂。恭喜！好嘞，能风吹。啊，风吹哦，起屁亮上天界而来啦！给我带了一条后堂的歌曲，叫做《宝贝你爱去哪里》。宝贝，我去哪里哈，人家排队嘞。TV 就按两等着，系咪？啊，刚讲啊，亚个 TV 啊，第一棒来自大马铁肺歌姬汾阳陈婷婷。哎呦，我很难听哦。哎呦，已经要从台戏啦。屁呀，加油哦！婷婷加油加油，对你有信心。好来，到底了后堂的歌曲来。去哪里？那年盛放又快乐。Darling， 你要去哪里？歌声嘹亮又好听。Darling， 你要去倒位？打扮美丽又可爱。Darling， 你要去倒位？期待爱人啊来相会，海拔天空，上山太海，你爱两人走天涯，两人世界数千数，不讲不愿咋一个？Darling， 你爱去哪边？浓情甜蜜在心中。Darling， 你爱去哪边？充满乡村的人生。
去哪里？满面春风又快乐。Darling， 你要去哪里？歌声嘹亮又好听。Darling， 你要去倒位？打扮美丽又可爱。Darling， 你要去倒位？期待爱人啊来相会，海拔天空，上山太好意，你爱两人走天涯，两人四月数牵数，不讲乌云杂月光。Darling， 你爱去哪边？浓情甜蜜在心中。Darling， 你爱去哪边？充满乡村的人生，海拔天空，上山太好意，你爱两人走天涯，两人四月数牵数，不讲乌云杂月光。Darling， 你爱去哪边？心情爽快又轻松，宝贝，你爱去哪边？充满乡村的人生。你讲强强不爱依依哦耶，很爱爱的戏呀。海爱一心用小脚头开动天顺戏。咚咚咚咚，七咚七咚咚，咚咚咚七咚七咚锵。锵咚咚咚，七咚七咚锵，咚咚咚七咚七咚锵。然爱糖豆苗票做台戏，糖公礼拜下落戏班，甲一天讲生气。心肝天界通路，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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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啊！阿妹破阿锁门，不知阿外拍个起。锵咚咚咚，七咚七咚锵，咚咚咚七咚七咚锵。然爱很多苗票做台戏，甘愿一生给是火把谁抢，将来戏哟。三部曲做两部，日本夜光照路走灯戏呀。出莫辅导，好但下了天的秋天。嘿，关罗拉杜多发面嘅反应，吃来吃去哟。螃蟹阿兰姐特别打扮，讲讲小秘密哟。日不面前吊上面看风风，小叽叽呀。该拄到叫的警察小，看到我心记得起。咚咚咚咚，七咚七咚咚，咚咚咚七咚七咚锵。锵咚咚咚，七咚七咚锵，咚咚咚七咚七咚锵。台前做台戏，后台化妆本手拉神奇哟。出色，
就下水时，将回南到你家叫到无上嘅些年咯，万年街，哎呦个无那小海呀坡，香香浅时。咚咚咚咚，切咚切咚咚，咚咚咚切咚切咚锵。锵咚咚咚，切咚切咚锵，咚咚咚切咚切咚锵。哈，咚咚咚咚，切咚切咚咚，咚咚咚切咚切咚锵。锵咚咚咚，切咚切咚锵，咚咚咚切咚切咚锵。咚咚咚咚，切咚切咚咚，咚咚咚切咚切咚锵。锵咚咚咚，切咚切咚锵，咚咚咚切咚切咚锵。哎呀，来，哦，新老年喽，哇，刚听了一下佩仪唱的也很好他越来越进步呢。对呀，宝贝，你最近去 live？妹妹，甜甜姐姐，南北跑外场，姐姐哦是徐子淇，嘿，哦，啊，她都去哪里跑？就是其实南北都有。哦，你们现在在跑路？开工人跑马个路啊！跑活动，啊，跑活动啊，庙会啊，哦，庙会啦，哎呦那也很热闹哈。真的哇我们婷婷钱啊，都被你们赚光了。来要骗那金发钱哎呦呢，做一些公益爱心的啦、三筹啦哈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其实常常都会办一些公益活动，就是到老人中心送暖。过程当中真的很感谢台湾的朋友给我的包容还有照顾，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说，哎，可以集结学生们还有好朋友们的这个爱心，一起到那个老人中心为他们表演送暖，这样子回馈社会。哇，真的好棒！对，这两位其实都很棒的。啊嘞，穷同糖贡品，这样好不好？哎，哦，先谈贡品哈，先谈贡品，来，贡品阿公，哎，不是你是客家人吗？嘿，嘿哦，东西客啊，哦，东西的客家朋友啊，哎，罗辣，你可不可以创作亲后嘞？尤其最后那个把它改成宝贝，给宝贝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唱的最好。他嘎发在那个地方画龙点睛，就达令，哎，你跟宝贝比达令还要味道更好。哎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他。所以感觉应该不会输陈婷婷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陈婷婷现在来，对，婷婷，哎，阿公，我跟你讲，对，从我开始评婷婷开始后，就没有这个机会狠狠的扣他分数，这一次终于有了。今天初二，好好扣，不是，对啊，今天初二也没有关系啊。问题是我们婷婷，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吗？哎，不知道。太热闹。我这个分数不是，我是帮警察扣的。你的问题就是那个歌词太多了。没，我这个客家应该都冇办法唱给国人来。我那个按照歌词第八度吼，有一句哦，给捉赌教给警察，那个是抓赌博的警察。哦，赌教的警察。对，他把它唱成一起赌博的警察。你说这个要不要扣分？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终于好开心，可以扣他1分，但是不是因为你唱的不好，哈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你让我扣一下过瘾，你讲好不好？谢谢老师，恭喜！你要注意哦，你今天不能乱扣，你稍微扣就扣到我了。没关系，尽量扣哈。所有的朋友啊哈，迄隔音挨迄风吹，都同来加油啊咧，好不好啊？哎，这边都唔是啊。哎，这边对，哎，见面以后冇做咩噶。好啦，今日来看分数，来看风吹的分数，100分来。一个老师最高分25分，所以3个加起来最高是75分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还得到73分呢。耶！达令，我在你心里。不必用的格赛嘞。来，接下来看我们的白队，陈婷婷。好嘞。不好意思。达令，你能做那个东西？我们这一次红队让你们白队，让你1分，好不好？第一棒先让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也好啊。啊，我们换我发球。你们一定后继无力啊！
因为你们最后还有杨丽人。我们先请他们先回座。好了，我们两个再来谢谢两位，好谢谢两位啊，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好，好的。换我了吗？换我发球好。哎，演出带队。好，胎同社会，大同小异，刘一同、刘一成带队，摇滚买酒。哦，我要骗人来同人家卡讲。好，他们讲。东九模在安尼节目当中出现的。哎13年前，在安尼节目很20冠的擂台主。也较变态的，没想到安尼制作单位非常的用心嘛，韩腾记啊的，唱到安尼节目了，我看到没拍到啊，真的，过年时间我拍出来，嘛，唱了安尼节目啦，哦，吴佩慈同顾秀萍，吴佩慈哦。另外一个吴佩慈。哦，那好了。再来马个歌。也给笑容来读歌啦。19冲35的，唔冲心跳，唔爱开啊！系讲嘛该比路最跳落，该主要强啊最美妙。去爱恋有情爱的，哪位啊情爱在何方啊？是讲嘛该好就爱慢慢醉啊，情爱比酒更加浓。我要表演一些很柔软的动作，你要跟着我一起做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？你做了以后，你们那里都会加的很多。朱4分哦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唱的很好，不会输你啊。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4分有牛草。你的笑容像春天的花，你的笑容像热天的风，你的笑容像
像秋天的风呀，你的笑容像春天的一天。你的笑容像蓝蓝的天，你的笑容像天边的白云，你的笑容像艳艳的山，你的笑容像长长的草坪。风景ยิ่งคนยิ่งฝัน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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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笑容像春天的花，你的笑容像热天的风，你的笑容像秋天的风呀。天跟一天，你的笑容像蓝蓝的天，你的笑容像天边的白云，你的笑容像艳艳的山，你的笑容像长长的草坪，你的笑容像好天气。心情，你的笑容像长长的风景，ยิ่งคนยิ่งฝัน你的笑容像好天氣，帶給人好心情。你的笑容像長長的風景，ยิ่งคนยิ่งฝัน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又承让了。我都讲了，个资中人啊，资中人有问题啦，慢点啊，对什么人都较好啦。说说你的感觉来，讲给大家明白一下。这种的就。你调到没讲，你调到没讲，也是嘛是3年前，买。没来，真的看到人家就当欢喜啊，哈，真欢喜呀！真嘅啊！哎呀，我。唐黑岩冲黑的。一叫冇啊？唐黑岩冲黑的。冲的也都该。不会，我发现懂也吹后有一种文青清新的感觉，少女的那种表达。他们刚好是大学生嘛，对不对？现在。对，我还是大学生。还是大学生。对啊，所以啊。你毕业未啊？对，从他个介绍啊嘞，安尼顾笑批，一多年前啊。13年。13年前，叫做安尼节目上开始的时间啦。係啊。唔知嚟參加比賽。細漢嘅時節。幾樣是參加演講嘅。係啊。講古啊。講古嘛，哈。啊，講古。寫人嘅講古，底下當唱起講古本堂啊。顧笑批要講古啊。講古啊，真係講古啊。啊，那多年前呢？唔比起。啊，我係 TV 啊。哦，他是第一位，你是末代。對。哦，講真的，阿妹哦，我都是我不也腳落哎。唔會啦。那個時候我也才20幾歲啊，現在已經快50了啊。那個最開心。啊？他永遠都50幾啊。那講個吉祥話。那講個吉祥話。講個吉祥話。祝福大家狗年行大運，萬事如意，事事順心，紅包拿來，謝謝。你還小哦。來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那我們的吉祥話就帶到舞蹈裡面了，好，好不好？跳一段跟狗有關係的。那你來。不行，跟狗有關係的舞蹈。不行，我今天不能確定我有沒有懷孕，今天還不行。
好，来，加分题哈。舞蹈才艺表演。好嘞。先不爱的观众朋友。 줄 수 있게 이건 너의 한계 생각보다 훨씬 멍청해 평생 중2병 남자란 똑같아 네가 원하는 걸 찾으려 헤맬 땐 조급해지고 무슨 환자야 의사와 상의해 아픈 척하지 말고 왜 건들고 흔들어太有厉害了！你谈过明年，然后要进军到韩国去喽。对，哎呦，好棒！你两位常常代表我们客家委员会出去表演呢，去宣慰侨胞呢。表演了。对呀，对，很棒。我们这一段就我们自动放弃了啊。没有这样，就是说你们那个方言科那些都是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刚。 团共评放眼看会很好看而已的。某一天评审老师有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看法。哎呦，他现在在安慰我们就对了哈。对，没有啦，怜悯。我想哭。好了，那个启智必欣赏啊。徐世慧老师，奕晨老一同的，其实这个给比我觉得很不错哎哈，真的有进步哈。OK， 这个。 可以这样气都不喘的唱歌，真的懂厉害哈！这跳舞不太容易哈，跳舞不太容易。所以讲，中国的力量啊，可能能够卡多，会更卡好。OK， 因为也很细啦，所以也都会带音还冇按盆，所以听起来就有点童音，所以比较可爱一点哈，可爱的摇滚卖酒哈。啊，那个两位呢？哦，这真的就 OK 哈，因为真的就怎样？ 真的就回忆起20年前没有，就淑女。OK， 不过就因为应该讲亚素国外啊，我觉得是你们全场里面最淡定的2位。哦。就是很可爱啦。好，亚素国外其实就会唱一轮亮上也，其实这首歌还蛮适合你们2位唱。啊，这改天哈，应该讲哈，应该合作的時間冇一場唱喎。係啊，所以。 应该做到个更加训练、更加久的哎，哈，亚叔哥应该会变成你们的。V 都今边节目在给那边。冇啊，有上时做在表演啦。哦。系啊，冠军呢，做在表演。那你摆你拔出来。系啊，拔出来。以后就接来。哈，你摆接来。以后接打插播。嘿，当他们的一个很。 不错的表演的一首歌曲，当讲那个艺术歌哎，好，安之 C， 好，开始了，安之 C， 落来，安尼，今晚因咧分数要先看，先看安尼好啦，我们今早退位好冇？好，我们先看我们的好不好？好，台统社会的分数。 来看一下红队几分的。其实没关系，男士让女士，对不对？有专攻。是啦，也谢谢2位哈，谢谢。恭喜！有不很闲呢哈。哦，阿平也拍出来不差哦。这一位应该厉害喽。哎呀，哦，一直吵着我要叫我带他去那个夜市的那一位龙轩轩，就靠你了，好不好？提杨转来哈。好。刚刚排队呢，就派出陈子怡带了樱桃小丸子。来，看2位唱的歌来。以後交嘅路按叫無行，最缺買不了新嘅條路，所有嘅追求。
求，係唔係缺少了馬界？希望嘅散發風平浪靜，打開了窗門，忽然想起，你在嘅世界，會唔會當把水色？看唔見地界跳來跳去，跳來跳去，我對你想來想去，想來想去，按當然愛嘅撒瑪放棄，就黑人為你，大地風中搖來搖去，搖來搖去，我對你想來想去，想到半夜，希望夜空，求你站來我身邊。以後交嘅路按叫無行，追求嘛無了新嘅條路，所有嘅追求，係唔係缺少了馬界？想象着生活風平浪靜，打開了窗戶，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，會不會很靠近水星？看午夜地界跳來跳去，跳來跳去，我對你想來想去，想來想去，按當然愛嘅撒瑪放棄，就給人為你，會地空中搖來搖去，搖來搖去，我對你想來想去，想到半暝，希望袂講，帶你回來阮身邊。愛去要你，去要你，去要你披頂，愛講上愛你，上愛你，上愛你披頂愛，對你在台北。為地空中搖來搖去，搖來搖去，我對你想來想去，想到半暝，希望袂講，帶你回來阮身邊。我相信愛你嘅心會陪愛情投你。四妹盲頭愛用飯，書包那點第二種來兩三，行到路後，日頭來門後，長廊愛講，莫做難思從，天天做跳舞真暈頭，沙啦巴啦哩啦嘻嘻哈哈嘻嘻哈哈，數腳向下用，叮叮當當叮叮當當，思慮搖搖頭，乒乒乓乓叮叮當當，可愛馬莎跳卡歌，沙啦巴啦哩啦嘻嘻哈哈嘻嘻哈哈，數腳向下用，叮叮當當叮叮當當，思慮搖搖頭，乒乒乓乓叮，天空一直走來較好。行到路後，日頭來門後，長廊愛講，莫做難思從，天天做跳舞真暈頭。
位小朋友，当年一年见一百啊！你刚刚那一首歌是歌词是自己改的呀？对自己翻的，又是有参考，就是之前有人唱啊，然后可是他没有全部翻到就是完全啊，真的呀，所以我还是要自己翻。然后我平常我讲话就特别不顺，说客语本来就不顺，然后又要自己翻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哎呀，你没有请阿公啊，还是妈妈？有啊，就是一直找人家问，然后问东问西。问完之后呢，有时候唱的时候看着稿唱，然后有时候台语唱成客语，客语唱成台语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一直练。但是你今天听说你有加分题呢？对，因为大家都笑他说他客语讲得不好。对，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巩固啊。对，黑嘛，黑没巩固。你要巩固单口相声。哦，按照唐吉个单口相声，好不好？哎呀哎呀。人生越出去，十旁超转去。愛歡歡喜喜來做人生喜，用情歡喜老恩吐出窗，10歲快樂來心中，20歲情心茫茫，30相信秋天響，40拼命會不空，50頓腳跳茫茫，60退休轉故鄉，70悠閒打麻將，80滿頓吹風涼，90歲散步唔出水面草。白水泡泡咪咪笑得心則紅，人生長做戲，意愛斑斑一出一出，連連灑灑做下戲。誰知喊誰叫得出？3歲學鳥拎雪褲，10歲朋友同學夜拖拉鼓，20歲駕駛接咗推山褲，30歲結婚學子很辛苦，40歲3萬存錢有錢度，50歲食氣足長錢享受。60歲甘願徒孫真幸福，70歲死而冇得有失落，80歲地足上落眼長壽，90歲子孫滿堂心滿足，100歲講講潮來變幸福啊變幸福，講要講介戲，抱要抱介搭地，不講冇介戲，處處氣氛安神奇呀安神奇。謝謝。哦，一都100歲了哦，從200歲了哦。對。但是它有分，就是男生的跟女生的。我一开始念的是2个都有，阴阳的，有男有女啦。对啊，就把人生的一些情况把它念出来，哎呀，这就是人生啊。你要表演什么？再来那个吧，念到1000岁的一些很柔软的动作，你要跟着我一起做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？可以的。我不可以。好，来，那你表演3个动作了哈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动作要先，你要不要站中间？要先劈腿。对。好，来先劈腿。哦，劈腿。哦，漂浮的你一定要基本功了啊。第二个动作，要单手下腰。单手下腰，小心哦。来，再来第3个动作是跪下腰，罗哥你也可以跟着一起做。跪下腰哦，看你可以弯到多少就多少，不一定要像我一样这样。我又没有比赛，来，你跟着一起做。不行，我会曝光，不可以。你做了以后，你们那里都会加了很多分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会吗？会吗？你们输4分了，好不好？输4分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唱得很好，不会输你啊。哎，不一定哦。来，第三个。你说怎样？跪着啊？跪着，然后。我跟你讲，皮鲁卡的时间哈，练牙给啊，有没有？但通通都爬不起来。真的吗？那你练一次，你穿长裙可以了。不要啦！我跟你讲，我这边表现太好了，不用了。我也不要。后来，看不出。红队龙璇璇。来看白队陈子怡的分数。风飘了山来过啊，各位哈永远都不能忘记，一面唱各位哈，人面不跳切卡布啊，你啊？没，跳马 F 啊？国标舞。
陈子怡的分数。好了，辛苦了啊！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表演的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好了，有做休息。拿风吹呀，哈，要派出一位美女。哎呦，唐哥已经过厉害呢，哈。哈，你要偏慢点，就会用力嘛。嘿呀，准秘书啊。马给两呸，今日我有糖都要彩排，唔会查。安尼啊。嘿，不过今日也一团呢，哈，这一趴哈，颜亮洒互相还有请到高手来加持，助阵。好。哎，你要用力录嘛，哈，用力，你要慢点。哎，慢点。马给명呢？慢点。啊！我已經看到答案撕出來。我看到名啊，咩得名嘅啊？林冠權。哎，條東我看到伊打紅隊林熙蕾呢。對呀。林冠權哦。他說這個美貌直逼林熙蕾。哎，我剛剛只有看到背影跟那個啦，啊，你接受吧。好了，來，不要來。林冠權真的很可怕耶！對啊，你今天用胸都要用來咋辦啊？你根本跟人妖一樣。牛哥，其實他的背也蠻美的。哎，你的那個髮飾好像有點面熟哎。老幾家嘅？老人家搭檔，我就跟加持哎。人家搭檔家呀？哎呀，哦，人家搭檔還蠻嘢，就一唱出來嘛，好嘛？有請厲害嘛？懂厲害。人家搭檔要懂厲害呀。我懂厲害哦。好，來，同個搭檔唱出來，來。搭檔。哎，歡迎高手。哦，刚刚是年兽组，这一组是禽兽组。哎呀，啊！拜托嘅制作单位，你已經拍 EV 啲眼風水，也要拍 EV 啊！係咪啊？咁樣去教啊，樣去敷啦。就喺身上。哎呦，你該總愛嚟咯。我教，佢兩個梳妝師看到佢坐嚟去咧，佢家母嚟講，老師你看見啊，坐嚟坐在望下，坐嚟看，一大班又按獎，又忙是看過，不過又冇胸脯啦啊，唔過係細啦呀細妹。啊，起龍嘅看見嗰啲關注啦啊！哎呀，嚇！哦，我家演出期係乜嘅嘛？乜嘅？腳毛一毛鐵啊！哦，今日做亮水啦，其實係亮啥妝啊？係唔亮啥？啊，佢亮啥？亮啥？哦。哎呀，之後能亮啥？較夾少咧。老少配啦，哦，係啦。你冇見過人露到唔靚啊？你下後生嘅就唔對，嗰個當公去買啲按後生嘅衫。有冇講你話嘅大家都？羅根，按你講錯唔對，就錯了，這是頸部以下切除，是頸部以下切除。對不起，對不起，你木鏡，你木注意下哦，所以切題啦。可以下木鏡，可以下，動一下，動一下。哎呀，莫言的啦，我啦，我哋一追啦。那你這一追，那你就委屈一點了啊。沒有啦，其實不委屈啊。給你比賽時間，你要輸高空啊，糖都係兩個狀況。我怎麼不把這首歌練好呢？佢唱我當好，真嘅。好，啊，唱乜嘅歌？我唱乜歌？桃花高都搞情歌。哦，阿你呢？你那邊？哦，假講師妹。來，大哥啦！我年獸組啦。來去啊！對面嘅西亞
妹耶，上过了了，台上休过来哟。阿公伊讲帮从汤诶，七手八脚唱过来哟喂，哎呦。哎呦，你还没头发髻啊！哎呦，公演时间大班都按你啪哩啪哩按奖，哦，原来发财啊！哎呦，太免个，爱笨就个讲诶，拜托到啦，我迄条太免个提亲啦！啊，主宠炒台面，哎呦，动枪爱你安尼，动哈无？有样嘛？真紧啦！哎呀，莫按用四个八啦嘞，好喜顺嘞！哦，喜顺了。头发金眼呀来讲好，爱迄个3万做满银铺，阿哥3万来插手，唔知爱算哪去多钱咯，海呀落地海。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呀，几多钱咯？想一下哦，头发上来呀，讲奶奶，打扮又叫好身材哟，恭喜千运收白白嘞，阿哥爽快就4000咯，哦嗨呀落地嗨。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，我5000咯。阿哥好伊呀嘛5000，按好个曲体，酿得呀年轻歌。伊不是客气呀，阿哥有钱，希望头发伊呀有伊哟。伊个浓浓歌。伊个浓浓婆，公婆上好，爱迄个大同咯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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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呀多多多，你呀多多。强你主意，一激发他痛爱的心。说是该人发 pretty good， 一比发向叫无用。唔好对爱牺牲家己，莫用心给你的 sorry。老板嘅千把水的，去太花开嘅位置。这是亏的。江西妹，本就有太风嘅，客家江西妹，衣服要冷面，客家江西妹，定愛嘅影相排隊，客家江西妹，第一下的愛。给人强你主意，一激发打动爱的心。总是给人发挥个，一比发强叫无用。唔好对爱牺牲家己，莫用心给你的 sorry。浪漫嘅情花水的，去太花开嘅位置。这是亏的。客家江西妹，本人有太风嘅。客家江西妹，衣服要冷面。客家江西妹，定愛嘅影相排隊。客家江西妹，第一下的
啊，要跳戲嘛，強強咩無中題咧？老師啊，你跳線錯乜嘅歌乜嘅水啊？咩？水底下所以小甜心是講你啊。那甜心姑娘就會講，對吧？他家講什麼就會講。家個創喺埋普里哥。要趙琪老師狗魔像嘅狗子，因為漢語，因為英語，啊，因為跳就扭，哎呀，一把老骨頭強強俾身體。所以基本上對你嚟講係動態突破，對不對？家己跳檔好錯嘛，其實有暴力，他會甩法舞。哎呦，甩法舞！真嘅啊！來，客家將士，來老師來，講人講客家將士妹，一將點乜團嘅？咩？我呀，我哋嗰種人咧，你咩？我哋嗰種人弄死樣嘅啦。兩位先生，來談公平。我談公平啊，很緊張。好，來羅桂林先生來。必須要做一件事情。來，我也當認真當嚴肅講嘅事情哈。人家客家嘅國寶哈，秋夏先生哈，人家都有看過佢按認真嘅表現。喲，載歌載舞。我係我都叫出來的，一份就ပြော出來。啊，沒相關夫人，你看汗流滿落啊，要不要給他一個掌聲鼓勵？秋夏老師，深深一鞠躬。真的，給明義給他冠軍我也要跟你鞠躬，謝謝。哎呦，謝謝你。哦，對啊，你是節目貢獻動態哈。台灣嘅演藝圈如果少了你，真的是台灣演藝圈的一大損失哈。我是這樣講。老師，不要再這樣鼓勵他了。而且他們兩個結合了相聲跟唱歌。啊，來，那個副歌來一段。哦。將士妹，不要改衝，沒你衝啦！哎，他們現在在相聲了。迷失了。好，來一。行開夫啦。開姐。開姐。客家將士妹。大風嘅。客家將士妹。If you love me。客家將士妹。愛情影響派對。客家將士妹。對人相待。好了，嘿妹，是不是我們相聲家的歌唱就加去了？一個人一句，馬上跳出來，跳。你們兩個有沒有辦法？那感覺很棒，對不對？這位老師例如也組呢，其實因為那個展翼老師藝術歌下得非常的經典，他等於是歌中劇、劇中歌的藝術歌誒，他藝術歌有叫三角賽啥咪托。然後又有故事，又有講，又有唱，又有身段，全部是給他胸嗨，能不給他掌聲嗎？掌聲給他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很感動，海東感動，哎，不是我唱嘛，所以沒關係，我很感動。我還發現，如果這個舞台給我們更多，這個意想不到的空間，尤其像嚟過年這種氣氛，哇，我們大家很用心把這個歡樂的氣氛營造出來，是不是就很棒？對不對？對呀，來控得住啦。來，小朋友排隊好唔好？好，來。哎，排隊嘅分數。客家將士妹70分。好來，風吹開到分隊。Thank you。這個要破表分數。好嘞。哎，那句安尼又加出來，我就有26分了。那句可以做到26分。不能沒輕輕多到25年了。我就說我給你一個小小 surprise，你個水表上他們有破表。我跟還要做調整。被會 fight 的。好啦，真嘅我本秋夏老師他們多一分。真的。唔該你啦。OK，好啦，我給你轉了灰色的。來。哎，轉來了，客家將士妹我都轉。怎麼這樣啊？哎，又按你咯。啊，人家走，你為什麼不走？我不想走啊，要看傳統組好不好？好了。你要看傳統組。好了，現在你們排隊贏1分嘛，對不對啊？
按那个风水输一分嘛。拍吹，要好好加油哦！还有传统组的哦，哦，看传统组，迄个风水样，也系拍水样。好紧张哦！莫转台要看传统的比赛。树林拿了几个钱哦，哎呦！安尼劲吼，还有安尼加分题呢。喊到那个那个加分题对吧？五年时间带出来旁头，他就样。教到30分冇啊！因为佢系自己名嚟唱嘛哈，旁头有冇加分？咁唔可以講咧，唔可以講。我一次事情弄才好风哎呦，嘚哟。看了新的一批，哎呦，传统有嘛？重新开始嘞！啊，亚洲的介绍完的评审欣赏来的。哎 ，TV 分享 check 嘅欣赏。啊，哎，恭喜啊！哎，吉祥。嚟，祝你了。哎，年初二哈，嚟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，狗年行大運，大牌會吃魔。哎，揚前揚到記下路。哎，立秋下欣賞。係大家好，狗年。我希望大家各位前來向前，樹看老年大擂台，好運天天隊，支持老年大擂台，順勢又發財，精彩精彩精彩！哦，哎呦，Pretty girl 啊，Pretty girl。咋嘞？來認真欣賞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大家新年好哈！幾題以上除 Q 四，平安富貴啊，有一年係咪哈？你哋叫破以上啊，兩新年哦，合家平安，太春節。哦，今日沈太挑嗰歌詞拿出嚟講，講的就是全部司機啊！哎呦，棒哦，好棒！好，呀，剛剛做紅白對抗啦哈，剛剛風吹流行歌曲做292分，啊，呀292分，加油！目前白隊還領先1分，好不好？再往上衝！加油啊，嚟啦啊！哎，來，有請鐵柱，拍出嘢，拍出嘢好嚟。陳定都帶來平板。好，那個風吹流年枝帶來山歌子來參觀咯。正月來你哪來呀？嘿，新來年哪，衝跳了山來過啊，來過了。
了我来打那死，痛发了来落老酒呐，修炼了来练呐。好，两位做安尼。哇！安尼闹热打擂台的老朋友啊，哈，嘿嘿，过年时间就从大家拜下年了嘛。哦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想爱乜嘅都得到乜嘅。有哦，有哦，数到，最好的祝福。啊，年之过嘞，我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快乐过日，谢谢。快乐过年呢？老人家全部都安尼啊，全部是。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康啊。身体健康来。成都过你多少今年？唔過我今年啊，80人。人80人啊！哎呀，我今年80人。我第一年之應該熟嘅啊，80歲，係嘛？80啊！哇，那80人啊！老夫人應講啊，我今年啊80人。我2日開始啊，因來登山，1日2日啦來過後啊，我心裏感覺翻瀟灑。係啊！哦，心裏有瀟灑啦，可以就就唔會老啦。真的唱歌嘅人嗬，永久都快樂，身體健康。對啦，對啦。你睇我兩位頭擺來鬧日打擂台。我係2008年。2008年。就9年前，9年前，哦，正月20日開始打，8月初5。用算得很清楚咯，正月一度好來算。呢樣是還蠻改變形態，係20關嘅得主。哇！冇簡單，冇簡單。講6殺，用係1殺，全台灣嗬，我看當係打。對啊，對啊。全部都對付你哋啦，係。兩位嗬，年之國咧，年之國嘅哪叫嘅？季冠軍的天一百季冠軍，係哪一年嘅時間？記得了哦。啊，兩十比賽係畢業過後咯。畢業過後嚟講嘛，嗬，我都見退休啊，嗬，遊山玩水。我每日嚟講，我都要出去行路。哦，你講好講好。啊，過嚟講嘛。你歌嘅嗬，永遠都不能忘記。但是我又有卡拉 OK 嚟講吧，一面唱歌嘅嗬，一面個跳舞，哦，跳車架舞安尼啊？唔係，跳馬愛舞啊？國標舞啦，國標舞，哇！你這成班都懂用書啊，係啊。啊，年之歌也佢傳承啦。佢帶孫嘅出嚟嚇，唱歌嘅係嘛？係啊，有行都帶佢出嚟。帶佢最比賽唔唱嘅，唔唱呀？一度細咧，一度細。你下6年級咯，6年級啊！他們5歲時間，他帶佢一分。我是帶佢去做工嘅比賽。你其實打冠軍呢？哎呦，很強哦！唔是彈嘅愛先的呀。哎呦！也是要彈咗，那邊聽那邊唱嘅。對。就彈到冇講到順嘅呀，話匣子就應該當我見到。係啊，但是今日很亮要 PK 哦，係啊，排隊哦，我們排隊呢。廿個出嘢哈，來先唐先生來公平下嚟，來。插佢嘅先生。一個平買啲山果子嘛嗬，所以各有特色啦嗬。尤其啊，人看到加亞陳年都是人叫講我叫80人嘅嗬，80人嘅嗬。啊，年之國因為80嘅，就上80嘅。所以我80公創山過，實在個冇人改啦嚇。但是能夠今日可以精神安好啊，要盡嚟盡開啩。所以今日兩位哦，莫講好唔好啦嚇，一天份是我本親過。要唔然講呢，因為佢哋本身以前就比賽過來嘅選手，所以佢才唱過來嘅話，兩個詩啊，詩章強言，做嚟講很清楚，就講可能在戲方面。
吼，加个像哎呀言之个可能就多少的，加有糖度有一系列无较无按足天然啦。所以哦，今日来讲也两位吼，庄家做得讲就创来，旗鼓相当，有变哦，尤其转来看哎呀地位嘅客家乡亲，有亲和吼，对你讲80人说喊你穷样做得创新过，也是亲和的示范啦。好，好，来，这个看一下，现在看排队好不好？你爸爸排队哈，排队好。好，陈定都的分数。按你所以就74分啦啊！好，按你这个看啊，风吹啊，我风吹加已经11分嘞，看风吹刘彦之再拿到一道分来。阿爸，那你样诶 ，Give me five。是不 ？Give me five， 耶！繼續北神嚇。好，恭喜啊，恭喜兩位啊！按這樣啊，在邊當中。哇！你還有多80歲身體安健哦。會啦。陳定都先生，哦，安尼硬長哦。精神抖擞誒。精神抖擞。硬長哦。硬長。誒，下一個回合了，好嗎？好，嚟，我風吹。問來哈。莊鳳儀。係。同范思源。哎呦，兩個動腔呢。我哋帶嚟荷塘嘅歌曲《葵劍山》。葵劍山。好，剛剛也編咗李文芬、老鐘漢一帶嚟《家家傾團圓》。好，嚟彈個啦。來呀來打開，一拉一支山，劍山界裏面漫遊小風光，樹有金山，幸福真真亮啊！發財來身上，真真亮哪有？哪有？妹子是情郎才何妨？哪有？得有？來呀來打開，亮啊亮嘅山，金山界裏面漫遊笑鸳鸯，笑着鸳鸯，神送救神隊呀，那在梅樹中是情意哪有？哪有？妹子是情郎在心中哪有？這有？來呀來打開，三馬三基山，金山界裏面漫遊小麒麟，笑出麒麟發財洋洋心啊！那在妹手中是情意哪有？哪有？妹子是情郎掛在心哪有？哪有？來呀來打開，你呀是金山，金山界裏面漫遊小牡丹，牡丹花蕊風啊風連連啊，我比妹子你一般強哪有？哪有？妹子是情郎掛在心哪有？哪有？來呀來打開，硬嘅山，金山界裏面漫遊小芙蓉，芙蓉花蕊神送救神隊呀，妹子是情郎掛在心哪有？哪有？妹子是情郎後是非哪有？哪有？
年喽！正月是新年，来到咱门前，妹妹来相逢，哥哥来设宴，树里拿了几个钱哦，哎呦，叫声我的妹，嘿，叫声我的哥，嘿，送你几个压岁钱哦，哎呦，咿呀咿的哟，咿呀咿的哟，送你几个压岁钱，压岁钱，年节喽。也是端阳，处处闹神仙。妹妹爬梁山，哥哥来撞道，一爬爬到西湖边咯，哎呦，叫声我的妹，嘿，叫声我的哥，嘿，两人相好多百年咯，哎呦，咿呀咿的哟。咿呀咿的哟，两人相好多百年，哦啊百年，百年半哦。中秋夜公园，家家庆团圆。妹妹开柚子，哥哥咋无人？年边剃头色，年咯哎呦，叫声我的妹，嘿，叫声我的哥，嘿，天上年年年年年咯哎呦，咿呀咿的哟。咿呀咿的哟，天上年年年年年年啊年年，年年年咯那哟。哎呦啊，呀，當然咗高年都看得到嘅啦，哦。哎，咩啊？能量啥拍吹啊？用位啊用竹竿嚟縫丟到咧嚇。高年呐，係啊，高年啊，代表喜氣啦。誒，你看，這個一兩米嘅，一兩米拍出嘅全部乾卷嘅了。你啊兩米慢慢才宣傳時啊。咩乾卷嚟啊？佢乾卷咩啊？唔敢咩？呢個去掉咩乾卷啊？咩關鍵嘛？唔幾樣事啊？乾卷啊？唔乾卷啊？係啊，係啊。公司嘅呢？我公司嘅，把青菜就做對啦，做對啦。而係要咧，但係會衝嘅摸嘅哦。哎呦呦呦呦，咁摸一下咧，咁摸喺線上咧。哎呦，有連帶關係啊！係嗌學妹，嗌學妹。你學咩啊？係啊，強仔學教嘅。哦，安尼哦。你摸咩要團結學嘅？係嘛？會有留記數落去。我輸落啦，係啊，因為我知道啲後生嘅要冇俾啲機會，俾佢到，因為機會長話危險嘛，所以應該俾佢機會咧，好容易咧俾佢練膽。哦，練膽。啱講係眼力健康，係要你加分添呢。我做乜嘢啊？講棒跳，我講棒跳啊！唔親口表演呢。你一路衝到很好嘅，行到一個乜嘅加分題對吧？工人時就要帶出嚟棒跳下嚟啊！做得加到30分冇啦。哦，嚟，一棒一叫，一棒一叫。呢三枚片錢有冇嚇？因為佢係主名嚟錯冇嚇？棒跳有冇？冇加分。咁可以講咧，可以講。嚟。我嗱，你講咩啊？嚟，嗰人大下棒跳嚟。莫講真莫講，失爆就是懂。啊，想去台灣無條路，啊，許多廈門邊廣東。啊，幾街片，啊，老兩片，啊，但是莫相同。N 兩片，鑽石老公幹不用。幾街片，鑽石不用幹老公。兩公婆。講無神機花，個土嘅土，種嘅種，一沙子黑
哈哈哈哈，一撒几条乱，一撒口几重，个头拿佛多太马孔，爱看到唔详细，夹夹老几针对撞，个莫解过莫解锁，唔好打来唔好撞，两三千里讲爱谈，看马人就怕痛，富人家看到爱。夹夹老爱来电去，马多行路公，过模子，揉梳子，切腿子，人尾口眼六月洞，上长一扎烂火虫，海爱小道士唔爱停通，唔爱停通，菜下三件啊冇啦，好嘞，文芬哥。也吞真件冇三件葱，係好多嘅咋？馬基啦！高年高賤，你講你罵人嘛，乜用數字這對字咧？Q 盤，好唔好？對啊，阿馮叔說出嚟。條都講有個胖頭嗬，胖頭啊。冇加分就係橋冇加分。高年高賤你罵人咧。一共生氣嘅。來，躺下你手啊先生，唔知道咧。天吹安尼風雨到4月，你啊吹，你專門今日就係專門冠軍嘛，冠軍咧當然是最強嘅嘛，哈。佢兩隻創咧開金山，你安尼客家小調，你益賀堂哈。尤其風雨嘅細粒嘅板竹，就拿出來，創了益賀堂哈。好，那安尼啊，阿文芬，韓語，安尼製作單位以為請到了兩曬上人人質非常好，懂識懂啊。兩隻創喺人家表情啊親吼，尤其韓語上人也非常過癮，所以從每佢要知啲只蔬菜係咪過癮嘅蔬菜，你創嚟起來以後，阿文芬咧記得。啊！佢每佢要知後背，佢要嘅後背，你唔好按夾夾落去，因為咧自由跑。啊，你跳夾，你夾落去，啊，兩嘴佢嘅表現咧清楚，分數運動，我清過，加油！我先開咪呢？風吹也行了。風吹也好了，好了。74分。條都不應該胖頭誒。對呀。硬啲又不應該了分數嘛。分數當然我其實7分以上哦，就扣人錢。係冇扣分，冇扣分，反而相信欣賞冇公平啊。冇啦，一定公平啊，冠軍咧啦。來，快下。拍出一分數。頭都打20分，20分嘛大咯，現在搞乜東西啊？25啊，啊都冇扣分啊，對嘛？有啦，原本78分咧，扣咗74分嘅，嚟扣人錢。啊，冇意思，加國嘅你我罵人啲花都冇扣分。更講一冇上分數咧，老人家睇唔順眼。好啦，啊你今日真係過年過節爭做嚟看到幾啊條安尼吼，強下來都安尼舞台當我創過唔得。大家請歡喜。恭喜啦，阿這些。恭喜發財。再畢業到我好。東升期呢吼。好。再落。好了，我也拍水，好嘞。好，我係派出嘛個歌姬出來吼。趙玉記。我創嘛歌哦，趙玉記啊，當會創了。杜馬跳哦，牙也片那邊不得了哦。哎呦，千元，嘿，全能歌后，我帶來時裝流淚，聽過啦嚇。關心故啊，老年年。用基金咪講演都冠軍咯。唔係人啊，幹嘛嘅？世界。按演出咧。演出愛聽呀。安尼今日按也有機會，阿黃子有機會。來定過來，愛悠悠的悠。
奴家错菜呀，来打扮啊，考试中啊换衣裳，抬来顶过来，哎呦呦的哟。奴家错菜呀，是啊中嘞，阳台面上有几金风采，金菜呀插菜呀，奴家头上。事情多啊，情郎哥，问过哪里来？哎呦呦的哟。奴才从边呀，咿呀头毛，望见天上夜里好风高，月光照彩呀，落梅身上。事情多啊，情郎哥，终于可帮我，哎呦呦的哟。哎呀，嘿嘿，哎呦，年初哎呦，你这是吧？哪天给我？哎，庆人，那些最好，对对对，来欣赏歌哎，好。今过年了，他个安尼，拜年一下嘞，拜年系啊！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真嘅心想事成。真的，身体有啦健康，有相就会有啦哈。啊，哎，歌姬，叫人太赚钱。係啊，可能人哋歌姬講法就冇強用，嘿，簡單隆重。田園之前幾樣時記得你參加比賽時節，先參加流行歌就組係嘛？係。哦，後來又參加傳統組嘛？係。哦。張又輔導流行歌嘅組。對。其實我嗰個比賽吼，真係同好，真的每本即家進步同多。哦，真的。其實我上回喺冇來參加這個總決賽，是因為我有去國外巡迴。哦。不受那個日期全部強迫。就只好放棄。但係其實之前的比賽時節嘅成績真的同好，年度冠軍呀，係啊。但是誒，玉記姐妹講年度冠軍啊。唔係人啊，幹嘛嘅？第十屆。乜嘅呀？第十屆。第十屆啊。第十屆按年度咧。年度定係第呀。按你今年按也有機會啊，風水有機會啊。誒，唔係過去的往事，好，不要再提，畢業見係見。好不好？每天進步動作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的肢體多美。哎呀，我可以打個廣告嗎？我跟你講，老師，這個太自滿，給我扣2分。哎，什麼太自滿？你那邊現在還又要帶來什麼才藝？不是加分題。我捶他係咪？唔係捶他，衝白演啦。我衝白演啦。係因為啊，節目按剪裁咩？可能掛金牌啦。哎呦，因為掛金牌哦。因為爸爸媽媽以前都冇愛談戀愛白演嗬，按唱過年。我阿公阿媽嘛稱好。真的啊，佢過年阿爸頭擺做兵。係啊，6點人都兵喺度行啲衰木啊！太過年咗嚟彈一下秧要有咪絲啊！係咪？要。還是唱一段是好。
江山江山站在呀云端，云端上哎呀，拜迎后堂，真的后堂，哎呀，安尼来变看啦，好不好？先堂欣赏的公平啊嘞，那边。来，您先生。今日哈两位哈，玉基同乾元啊哈，其實要拼，輸心輸背就用啦，啊呀，但是呢哈，你啲優點嘛哈，我都同講出來。乾元啊哈，也集體動作，也表情也冇法講。因為本來就會按嚟當唱啦，然後呢，玉基啊吼，今日唱嘅啊吼，也杜馬跳呢吼，我有感覺到講，今日唔曉得用按嚟嘛，將事情要拿嚟做遠啦吼，一點呢非常可惜啦，嚇，所以呢，因為講兩場表現呢啊，不分先出啦。好，嚟啦，看一下多帶風水羊嘅拍水羊嚟。這玉基嘅分數。哇！強數最強數，哇！風水應該冇問題啦，冇問題啦，唔是少，是少啊，4萬多做乜計？好啦，可以哈，乾元之子拿到一道分嚟。強數對強數，啊，欣賞滿意也唔會跌死。哦，哎，每個人都有這個優點，哦，都有他的專業度在，哈，先恭喜呢哈，心想事成。係啊，啊，以後有嘛特別節目有嘛，一定有請嘢都來哦，來哦哈，哦，從後堂嘅嗰邊大家聽。好，安子生，恭喜啊，恭喜哈，在邊當坐啊，哈，好來撒下來去，歡迎同樣嘅哦。我關係係一片嘛，準備嚟清理去。侯志業，哎呦，侯志業，魔鬼歌王啊，哈，是，小鬼歌王啊，那麼魔鬼，你好，見面拜同嘅咧，哈，冇人講，一片歌后啦，哈，而家係歌王啦，哈，還叫冇跟到咧，同鄉的，啲冇係咪㗎？從排中間咯，唔看啦，從本原來嗰間係排中間啊，面龍對面龍四妹啊，看唔見啊，風水咩啊？你講風水也風水嘅事咯。幫你啦，叫嗌嚟下啦，冇啦，不間好嘅派本，嗰間清好嘅料本嗌。安尼哈，安尼帶嚟馬街講，安尼帶嚟馬街。挑蛋哥啦，挑蛋哥，挑蛋哥，嘿，安尼。阿靚聰，四龜發開。四龜發開哈，自家創嘛哈。係咪哈？冇，冇馬街冇。要啊，要呢？要帶人來啊？要。老人嚟啦。有像加流行歌曲做安尼帶古樹來吞嘢就加詞出來。有做安厲害行嘅嘛古樹。有，還有很有厲害。好啦，我按住有唱條咪古樹好嘛？哎，歡迎。客家小天后，羅依依。大家好。搬，哎呀，阿妹，阿妹都係叫阿妹，咪叫埋阿鳥位啦。阿鳥位，哎，像阿茵茵老師用今日冇錯嘅啊，我加得上，哎，跟流行歌曲做這位老師冇啲歌數，但係冇想到唔會嚟咧。因為按叫冇相見，按叫冇相見嚟啊，今日就同佢加詞出嚟啊。難得有安尼機會啊！吼，家裡啊新年有嘟嘟郎啊啲鄉親大家來見面，來祝福大家狗年行大運。我，先生亦按用嘅壓力清態咧。嚟講下嚟配下嚟。先講一下吉祥話嚟。哦，好，批下人基本嘅愛唱嘅歌誒，祝福大家呢今年狗年開錢開多，冬天好冇？好，開錢開唔停。哎呦，家你咪開錢開到冬天，我又話叫。你點咩燒叫啦？燒叫，你燒後啦。
还是给老师读秀。经典呢，好疯哦！好啦，安尼先唱个后堂的歌曲哈，开单歌，开金山，唔係啦，開啦，上到用歌星年咯，氣洋洋。哦，好，嚟，彈後堂的歌曲嚟。阿哥要發來希
香花蜜那好伊嘿，花蜜香开来妙啊妙，空空吹哟，隔壁走你那。罗英老师，哇，对你也不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当个老鼠屎嘞？怎么样嘞？什么？因为破音一下呀，大概有模呀。用伴奏的安尼咯。你我做呢？你嘛唱得不差，唱得不差，所以不是讲几啊，对不对？真的今日都油腔到人家台湾的从后堂的歌曲。还有加上两位先生来加持一下，就冇汹涌的，好冇？熊总的歌位提升了起来。提升起来哈，啊那冇做堂下先生好公平冇？冇講做唔得。啊，我講哦，因為三個都衝過後。沒，我講嘅英英老師哦，佢同阿對唱就破音，佢呢就破音。我沒想我叫夾分數啊，那個冇意思。你以為他路唔好搏啊？嘿，我嚟扣分啊！我扣分。做到乜地？搞清楚，退迄10年的恩怨，和老愛跟冇關係咧。哦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嘅頭家波啦，你嘛，樣板呢，好啲。我嘅資源同佢來聽嚟啦，讓佢到時聽嚟演起來啦，冇強都，喂真係冇破。我逼啊！但是話講出嚟啦嚇，佢俾一個資源咯，一個英啊 icon 啊，未啦，我講相聚啦，就唔免講語，係嘛？後相聚好聲音，然後資源嘅好聲音嗬，來配合到一兩位先生同而家用嘅假詞。今日分數一啲冇重要，好，一啲冇重要，可以慢慢那個風吹反敗為勝嘛。哎呀，一冇天哦，只看咧就地，只看咧就地哈。好啦，來大家來看分享。好啦，來看本書，哎，先看人呢。風吹啊，風吹先看來看。係啊，風吹一陣看下，好來看下風吹來。用按摩心情。哎呦！哇！切身辦款啊，要看到喎，一加分加到誒。先生，你愛心嘛？嘅愛做得煮啊，你冇做涼菜。唔是講啱到啦，你扣盤啊！嚟，跟盲人一樣嚟講。係啊，好，嚟看一下拍出嘢嚟。又冇乜新鮮感。本來冇乜新鮮感。嚟，看一下拍出嚟。拍出一分數。77分，冇想到，人家就從流行歌曲組比到一下親民一組，難得已經贏分嚟了，但是冇辦法，還你叫唔出來。伊條都嘛冇簡單咧，伊配合伊寫來嘅曲有冇？伊你氣啊，就飆出來。我只想講有好憋脫啊，你冇？你清白，你想係咩錢難定啊？配合了，面濃妹我幾次攏用配合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執配合唔下啦。所以人家生意要講大啊，你啊。唔咩，我吼無法度創歌嚟先。老師，你來唱開單歌。係嘛？我幫下呀！加分係啊！加分！哎，你的加分的分數打起來加分。哦，
关于啦，加分的。关于那个 TVB 节目的时间，咱过来冲下来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啦，青菜啦。哎呀，安子请快结束这一对。哎啦，安子恭喜啦，恭喜啦！哎，大家恭喜发财呢哈！好啦，真没假嘞！好来比到后背哦。嘿，卖你输，卖你赢呢哈！俺风吹啊，591分啦哈。哎呦，赢高分哦！哎，不差啦，1高分啦。哎呦，真高分呢！哎，那冇得傻逼啦。我拍出一得到一道分呢，我拍出得到593分，天呢！哦，恭喜拍吹啦哦！哎呀，请奇怪先生出来颁发奖带啦哦，来。啊，还有奖金，还有奖金冇？唔代表拍吹嘛哦。100万嘅咯。哦，你把，哎呦，客家最强。谢谢。哎呦，你把一张掉咧。今天我相信他个。乡亲朋友伫电视机前面应该要非常的欢喜啦，主要得到一个好奖项吼，感谢俺们拍吹的队友啦，哈，嘿，安慰从大家跟所有实力拿出来，啊，那些吹清后呢，带给大家欢乐，是效果真的很好笑，哎呀，哦，今天效果应该非常的好哦，今天当精彩嘞，哈，哎，今天大家做每家吼，希望大家有快乐的一年，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哈，恭喜发财。下礼拜唔記得咯，我向阿蘇看呢鬧熱大擂台啊！哈，好，阿先來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啊，謝謝，辛苦先生，謝謝。哦，所有參加嘅朋友，思夢小飄，新年快樂！謝謝。好，同時大家唔記得咯，下禮拜。安尼擂台賽，一聽到蘇看咯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中卡啦。